度暖風，上下左右都夠暖啊！佢就係日本 YOHONE 4D 搖頭4季用暖風機。你仲用緊舊式暖風機單向直吹，塊面都吹到乾啊！敷幾多 mask 都搞唔掂啦！拒絕乾燥，上下左右搖頭均勻送暖，可以暖晒每一個方位，真係暖得粒到想瞓着啊！小空間可以3秒快速升溫，上下左右送暖更快提升室內溫度，實行一機暖晒。機身防火材料，仲有傾倒保護，意外碰撞時會自動停機，勁安全啊！有毛孩嘅家庭用呢個暖風機夠晒安全啦！一鍵開關夠晒方便，佢有4檔模式，有自然風，有1檔柔暖，仲有2檔強暖，仲有 Eco 慳電模式，仲有智能感應自動開關機，仲可以 set 1至12個鐘定時，唔怕夜晚瞓着唔記得熄機啦。除咗面板控制，仲可以用遙控控制，遙控有同鎖功能。Eco 模式溫度加減都可以喺遙控度直接校，搖頭送風嘅方向都可以喺遙控校噶。多功能容易用，夠安全，多角度夠智能。實測下佢嘅智能感應先，而家佢係處於停止狀態，感應到有人行過，即刻開機送暖。呢個冬天屋企一定要有佢啊！你都想暖一粒過冬天，快啲去 JD Shop 門市或者網站購買啦！